公子，与你无关，少管闲事。当哥哥是太子，却在光天化日下斗粗，令人不服。我找到了。天哥哥，你怎么不让他们在底下抢两个送自己的蛋来？你看这蛋红彤彤的，一定会很好吃的。母亲出门是有话，就算抢到了也不可以吃，为什么？怕吃坏了肚子。3月3吃红蛋，你们几个合不下去，抢几个红蛋上，谁抢得多，本太子有赏赐。就当求个吉利，图个彩头，去吧。哎，那边有，那边好几个呢。季弟弟，咱们走吧。好。你们去哪里啊？去哪儿都行，就是不在这儿。你们躲着我？躲你？这宫里只有躲鬼的，哪有躲人的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自己琢磨吧。走吧。哎，这公子通明明是对太子不恭啊！这家伙胆大包天，眼里哪里会有太子？太子应该教训教训这个不知深浅的小子。你给我站住！我叫你给我站住！站住！公子，3月3，人人想讨个吉利，你却有意讨嫌。你看看，这还有人吗？你一来，大家都跑了。我看讨嫌的人是你吧？你说什么你？公子，大哥哥，今日过节，当哥哥真是何苦啊！公子，与你无关，少管闲事。当哥哥是太子，却在光天化日下斗粗，令人不服。这话说的倒有些道理。来人，来，把这个讨嫌鬼给我押到我店里去。今日我要替父王和他的娘亲好好调教他一番。走！东哥哥，放下来！东哥哥，东哥哥，东哥哥，你别走！蛋先受伤了，公子。东哥哥，老实点！你们要干什么？放下来！放下来！走！放开我！带进来！是。放下来！放下来吧！你们干什么？哎，往哪儿去啊？杨通，记得你曾说过，当不当得成太子要父王说了算。如今我当上了，怎么看着眼红？当上太子又怎样？我不仅当了太子，还娶了宜公主。说到这个，想必让你痛不欲生吧？就凭你，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讨嫌鬼，竟然对宜公主垂涎3尺，百般殷勤，真是丢人现眼。你虽然当了太子，但绝不会长久。长不长久，也不是你说了算，是父王说了算。我告诉你，我不仅要把这个太子好好的当下去，日后还会做大王，与宜公主生儿育女，子孙延绵，让你肝肠欲断，痛心疾首。你要是当了大王，定是违背天意，这咸阳城定会臭气冲天。我与母亲要远远地离开咸阳城，省得闻到你的恶臭。我若做了大王，你和你的娘亲休想离开咸阳一步。我会把宫中所有的茅厕都分封给你，让你日日伺候我如厕，让你娘亲伺候我母后如厕。
我要封你做大秦的如厕君。想必这个封号，你娘亲会很骄傲吧？拜见如厕君，拜见如厕君。这个恶人，不得好死！你敢辱骂当今太子，秦国未来的大王？太子，让他跪下，向你磕头谢罪。跪下！跪呀！跪下！跪下！自己跪下！啊！做梦吧！有人以下犯上，还不知如何谢罪，怎么办呢？太子放心，我等会教他怎么做人。跪下！磕头啊！磕头啊！哎呀，快磕头！磕头啊！磕头啊！磕头！人在做，剑在战，多行不义推子毙。应当，你不得好死！让你说，让你多嘴，看谁不得好死！滚！木星，你说他们到底会对通哥哥怎么样？他们应该不敢对公子通，太过分了。啊，通哥哥，通哥哥，你额头流血了，你有没有事啊？他们怎么欺负你的？你告诉我，我去告诉父王。通哥哥，季弟弟，我没事，我想回去了。通哥哥，公子，咱们回去吧。啊。那淫荡行事一向粗鲁，你犯不上去惹他。母亲明知并非是孩儿的错，你敢去向他问罪吗？他是太子，又是嫡子，他的母亲是王后，我们怎么得罪得起他们？他这样羞辱童儿和母亲，母亲还打算继续强忍下去？不忍又能如何？好在有一日你会分封，母亲也能跟着你。别跟我提分封！好，我不提分封，不提分封。通儿别急，今日过节不提分封。哎，你看，母亲专门准备了嫩荠菜、红鸡蛋，哎，还有这个，是母亲特意给通儿做的荠菜花的枕头。好，通儿，今日过节，你就不要出门了，陪母亲过节好不好？通儿，你说话呀！母亲一辈子忍气吞声，让我也忍气吞声。若有一日，童儿被他们害死了，你还会继续忍下去吗？通儿，我不许你说这样的胡话。母亲这一生活着都是为了你，你知不知道？太子行为无状，欺辱骨肉兄弟。你父王若是知道了，一定会恼怒的。要去告诉父王吗？今日过节，还是缓一缓吧，免得扫了大家的兴。知道了。
无策去，无策去。磕头啊！朕在做，天在看。这大过节的，樊长史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求王后给我的童儿一条活路。这话好没来头，好像我难为过公子通似的。王后没有，太子却有。不会吧？大儿对兄弟一向很亲的。童儿今日回来，满脸是伤，还在流血，都说是被太子的手下带到太子殿中百般凌辱。宫中的少年公子们好胜心强，动起手来磕磕碰碰也是难免的。太子不会故意伤人，太子的手下也没这个胆量。我这童儿与太子多年来相处的不好，可我曾多次叮嘱童儿，见着太子要躲让3分。这么说，大儿是欺负了公子通？绝无虚言。可嬴通好像是哥哥呢。身为大秦公子，以开疆拓土为责，勇猛杀敌为荣。可听说公子通骑不得快马，拉不得硬弓，平日里樊长史也太娇宠他了。王后，过去公子们中间虽有过口诀，但从未有人来交房殿指责太子的不是。樊长史可是宫中第一人。王后的意思，童儿受辱是我们的过错。好了好了，等大儿回来，我会问清楚缘由。多谢王后。夫人，好没规矩！夫人，王后的交房殿也是你能乱闯的。夫人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夫人，是公子通，公子通他……公子怎么了？公子通他上吊自尽了。自尽了，夫人，童儿，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你醒醒！夫人，夫人，好了，琪儿，别哭了，再哭该哭坏身子了。通哥哥，只可惜了公子通，那孩子与继儿的情分最深。公子通没了，也怪我一时想错。若能及时赶过去劝解开导，或许不至于会走到这一步。是小的没有保护好2位公子，请夫人责罚。是公子通心窄，但滴水成河。若不是往日委屈太深，觉得实在憋屈，也不会将死做出路的。不管什么委屈，总有天理。这么一去，倒是什么都说不清了。好了，继儿，继儿乖，别哭了啊！太子去承明殿谢罪了。是。你们几个平日里是怎么伺候太子的？竟让他惹出这样的麻烦！小的该死。不过，那公子通寻死，的确是因为他鼠肚鸡肠。皇后，那个公子通死了，大王会怪罪太子吗？秦人崇尚勇武，鄙视懦弱。大秦公子命当死于沙场，那公子通自寻短见，既是丢人现眼，更是忤逆不孝。大王就算是气恼太子，也不会过分重责他。公子通死了，樊长史必定怨恨上太子。这下，咱们在宫里又多了个仇人。唉，幸好那樊长史人微言轻，平日里我们也没什么把柄攥在他手上，不然又是麻烦。
太子已经在大殿外跪了1个时辰了。寡人没有让他跪，是他自己要跪的。太子大概心中愧欠。跪跪也好，也算是送他兄弟上路。大秦公子或舍生取义，或慷慨牺牲，童儿死得轻如鸿毛。听说公子通和太子早有前嫌。不管有什么前嫌，王家公子的性命是王家的，不是自己的。他说不要就可以不要吗？是。童儿是寡人的孩儿，当儿也是寡人的孩儿。一个怯懦轻率，一个鲁莽暴烈。去，让太子回太子殿闭门思过，将上书100篇，一字字的给寡人背下来。是，大王。大王，樊长史求见。此刻寡人最不想见的就是他了。让他进来。是。拜见大王。童儿已去，你节哀顺变吧。童儿死的冤枉。有何冤枉？大王，童儿正是为大秦建功立业的年纪，若不是走投无路，他怎么会自寻短见？大秦公子本该经得起千柔百挫，无论何事都要有担待。士子可杀，却不可辱。自从当年杀人峰事件，太子就与通儿结仇。太子认定是通儿的酒水害得他差点丧命，便把通儿当作仇人一般，一有机会就对我们通儿百般凌辱。太子撞见杀人峰，不就是个意外吗？大王错了，杀人峰并非意外。不是意外，那是要杀人。杀人？谁要杀人？杀何人？你可明白此事重大？我心里头明明白白。那就说。当年真凶将杀人峰费尽周折弄到宫里，那要杀之人就是公子季。有人要用杀人峰杀公子季，却害了太子，这说不通。大王，真凶费尽周折将杀人峰弄到宫里，本要伤害的是公子季，却不想太子阴错阳差，喝了通儿的酒水，结果反而让真凶自作自受了。真凶自作自受？大王心里一定猜到了那个人是谁。不会是我？不错，那个人就是王后。大王有所不知，那日通儿曾早早窥破此事，只是我这个当娘的胆小怕事，才将此事隐瞒至今。若是能早早告知大王，我的通儿他也不会。你将其中原委仔细说清楚，不能有一句隐瞒，也不能有半句遗漏。是，谢大王。母亲，
母亲！马上给寡人拟旨，即刻查封交房殿，禁止宫中任何人出入王后住所，逮捕一切有干系之人，叫廷尉府审问。是。你说什么？樊长史出手母后，说他企图谋害公子季。小的刚刚知晓，昨晚大王已经下令查封交房殿，里面的人出不来，外面的人也进不去。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母后心肠最软，不可能做这种事。眼下不是辩解可能不可能的时候，得随机应变才是。如何应变？那樊长史平日里不哼不哈，胆子最小，如今却敢跳出来咬母后。公子通已经死了，他就算扳倒了王后，又能有什么好处？不是有人指使，不是有人替他谋划，就凭他，谁是他的幕后之人？谁会因母后出事而得到好处？这样的人，后宫里多的是。芈八子、唐夫人、魏良人，还有你的姑母。你得想想，他们为什么怂恿你父王向你母后问罪？他们是禁止向你的太子位分。若你倒狱，谁会有好处？公子运、公子迟、公子介，还有你那华哥哥，真是不开窍。站住！干什么呢？啊，小的来看望王后，请行个方便。啊，哎，王后。你怎么进来了？啊，小的让永相令行了个方便，这是刚刚蒸得的蛋羹，还热乎着呢。唉，王后水米不进，若真伤了身子，岂不是让外面那些要害你的人称心如意了？放那儿吧。你老实告诉我，如今我失势，后宫里其他嫔妃是否都在落井下石呢？哪有的事啊！只是那樊长史失心疯了，公子通死了，那是命数到了，怨不得别人。可是他不自量力来诬告王后，就算王后失势，难道能救回她的孩儿？出手之人当中，有没有芈月？芈月？没有。王后在依稀芈月吗？我只是在想，他可能会妒忌荡儿成为太子，此时趁火打劫。既然如此，小的定为王后留意芈月。王后，眼下大王也就是一时恼怒，若廷尉府那边查不出真凭实据，再有太子和朝臣们为王后说话，此事也就会不了了之了。大王只听别人挑唆，也不来问我事实真相，丝毫不顾夫妻情分，更不顾荡儿太子的脸面。珍珠珊瑚都是我身边的人，竟然也被抓走，关到永相严刑逼问，令人心寒。小的听说，两个姑姑是为分头禁闭的。樊长史告发之事，跟珍珠没有什么瓜葛，但与那珊瑚……珊瑚说了什么？小的不知，但只要珊瑚不吐口，他们就奈何不了王后。樊长史是何等老实人，平日里连只蚂蚁都不肯踩死，
有他出手王后，宫里肯定多半人相信王后确有罪过。真是人不可貌相，我从未想到樊长史有这般胆量。公子通死于非命，只怕是毁了樊长史在宫里活下去的唯一希望。人若是连死都不怕了，还能怕什么？王后这下在劫难逃了。杀人封案件已经过去许久，樊长史出手，若无真凭实据，只怕是很难将王后的罪名坐实的。可惜王后送给公子季的那件衣裳不在了，不然拿着它就是份证据。这天又要变了，风云突至，措手不及呀！事到如今，我等该早有筹措呀。王后怎么可能如此荒唐？哎，谁知道樊长史是不是诬告陷害呀？王后失德，图谋戕害公子。我等因上书，恳请大王废后于冷宫，以谢国人，安抚诸夫人公子之心。雍大人说的极是，此乃大王家事，臣子岂敢干预内宫？王后乃一国之母，王后失德，我等大秦重臣岂可坐视？此事尚未有定论，你等就言之凿凿，逼宫废后，这岂是你等做臣子的礼数？姑息足以养奸，大王有10几位公子，若不能妥善处置此事，岂不人人自危，将来就是一场大祸呀！你，哼！大王，寡人不是说要静一静吗？老奴该死，是臣弟硬闯进来的，请大王治臣弟的罪。下去吧。是，大王。你们都下去。是。何事慌张？大王，近日因王后之事，朝堂上物议如沸，若不想法子处置妥当，弄不好会变成朝党之争。别说了，寡人正为此事头疼。还望大王快做决断。那你说当如何？眼下只有2个选择：若王后真的失德，难以主持中宫，只能又去冷宫了此一生。但此事在诸公子和朝臣心中埋下阴影，臣只怕大王100年之后，诸公子会以此为由，让公子荡无法继位。假如易处呢？若是嫡子不能继位，那在大王心中，余下诸公子还有谁能压倒群英，成为那个万众拥戴之人？恕臣弟直言，大王心中一直割舍不下公子季。那公子季的确聪颖过人，可其母芈月出身低微，公子季又太过年幼，难负重任。一旦公子季上位，芈月成为母后，主少母壮，必然把持朝政，聘姬司臣。大王有10几位公子，若是储位有变，因此而产生的动荡，只怕会影响到国运。像那齐桓公雄霸天下，死后却因无子争位，齐国就此衰落，前车之鉴呐。说到底，你的2个选择其实是毫无选择。寡人只能保住荡儿这条路，这也是无奈之举啊。嫡子继位，名正言顺，至少不会对政局产生动荡。虽然王后品德有失，但公子荡他为人果敢，勇猛好武，一旦为君，可以震慑诸侯。这么说，为了保住荡儿，寡人绝不能追究王后的罪责。大王，臣请大王为大秦江山着想。你的意思，寡人清楚了。
相，甘右相，甘右相，太子这是……母后危在旦夕，我已心神大乱。甘右相是当儿恩师，望能指点。嬴荡并非忘恩负义之人，右相若能帮助荡儿和母后渡过难关，日后必有蛇雀之报。太子不必慌张，大路就在眼前。右相明示。樊长史出手王后，只是一人之言，只要王后一定咬住，是诬告。就算说是诬告，这样管用吗？樊长史位分不高，人微言轻，意见正尊，又能如何？只要王后和她身边的人抵死不认，以致此事死无对证，那么这件事就大风吹去了。老臣告辞。哦。月儿，我看你晚上也没怎么吃，赶紧把这粥喝了吧。月儿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我在想曾经已经忘掉的一些事情。我在想我娘亲，想举姬，想魏后。那时候你还那么小，能记住什么？我知道，一定是魏后害死了我娘亲。要不然楚宫里怎会流传，说父王死前曾打算废后？好了，月儿，别再提那些事儿了，提起来全是伤心。我不是故意惹姑姑不高兴的，我只是觉得眼前的情景似曾相识。幕间传话，大王要在承明殿召见八子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这2日，寡人日不能食，夜不能寐。月儿，你与王后是姐妹，你告诉我，害我孩儿之人，真的会是王后吗？樊长史出手王后，可有证据？当年杀人凤之事，是童儿亲眼所见，环环相扣，合情合理。可惜，童儿已经不在了，死无对证。若真是王后所为，大王打算如何处置？秘书失德，寡人袒护他，又如何在后宫收复人心？大王要废后。大王，照理讲，此时继儿是施主，芈月不该随意说东道西。但王后是国母，废后必动国本。眼下案情扑朔迷离，一发不可牵，牵之动全身。大王，还是慎重些为好。月儿，你是宫中谨心修长之人，当年杀人封案，震动宫闱，你可疑心过王后？大王，大王明察秋毫，芈月愚钝，哪敢与大王相比？你不愿说，
打算明日亲自提审珊瑚，一定要水落石出。既然大王要亲自提审珊瑚，那还是拿到口供后再做定夺。永香领说了，这里到处都是耳目，你呀，进去以后快快说完就赶紧走，省得出事了，连累一干人，大家都不好办。那是自然。只要姑姑咬死了樊长史那边是陷害，谁又能拿姑姑如何呀？往后这些日子为了姑姑辗转难眠，看来无论大王如何决断，姑姑想要走出这暴世，只怕是无望了。啊，要有法子能一了百了，那样姑姑也可以少受些罪。哎，王后已经给楚国的大王去信，托付楚王好好关照姑姑的家人。奴婢明白了。什么？珊瑚昨晚撞墙自尽了。是，他一死，这案子还真不好收场了。有人要给寡人布迷局呢。对于樊长史与王后不和之说，臣弟早有所闻。记得王兄也曾经跟我提过，说太子莽撞好斗，不懂兄弟之情。何况如今情势越来越乱，若再不做决断，只怕有人会趁机浑水摸鱼。诸公子背后还有他们的母族，若他们卷入，只怕最后想了结都了结不了了。褒法处世则治，背法去世则乱。寡人也想有个了断，但欲速则不达。臣弟请大王深思，告退了。大王，长子何事？大王，王后无德当废，太子无能当义。你一介臣子，为何对此事如此热心？难道你想插手寡人的储位更易？不错，张仪只是一介臣子，后宫储位应该与我没有关联。我关心的只是自先公以来的商君之政，自大秦立国以来的争霸之心，有无可能延续？你信不过寡人。微臣担忧的只是大王100年之后拥军为政，人亡政息，秦国的100年基石将毁于一旦。你何以见得太子就是拥军？又何以见得有人就胜过太子？太子勇武好强，的确不是通常意思上的拥军，但是一将无能，累死万夫，更何况君王。太子蛮撞刚愎，不懂得何为审时度势，比作拥军又如何？敢问大王，他日若太子继位，
再遇上公函和伐蜀之争，大王以为太子会作何选择呢？当儿，继儿虽然天赋异禀，但过于年幼。可是当年周成王继位，尚属年幼小儿，能坐稳江山，全赖母后一将把持朝政，才有着大周之江山到今日延续不灭。母后承天命而辅佐幼君，并非举世罕见，大王又何必执泥于公子季的年龄呢？更何况天下人才齐聚秦国，正因为我大秦法大于秦，若大王弃秦法而保人情，定会让天下贤良之士寒心却步啊！过去，秦国的王后嫡子九族亲贵，无论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，都因为其身份高贵而得到庇护。若寡人再步其后尘，秦国新政的信用必将荡然无存。壮士断腕，取舍之道也。人生如棋，棋手无悔。我大秦自足考妃子立国，复我嬴氏之嗣，至我献公，已历经600多年，31君。此间，我秦国先祖曾于渭水牧马，数代君王死于与西戎的战场中，曾试图称霸，曾陷于内乱。今日的秦国又到了生死歧途，列位先祖，我该如何取舍，如何决断？王后，大王让公子季搬进成明殿了。你说什么？大王让公子季搬进成明殿了？是，小的哪敢胡说呀！小的曾经拜穆坚为干爹，这一消息是穆坚告诉我的，正是数年前太子读书的那间偏殿。那间屋子是当年大王打算立旦儿为储君，待在身边时时教导，才让他搬进去的。大王刚立太子就要改变主意，怎么会这么快？大王此举实在让朝堂内外愕然呐！珊瑚一寻短见，大王没有凭据，不能定我的罪，不应该在此时动了易储的念头啊！王后曾叮嘱小的留意那芈月的举动，这些日子宫里的嫔妃都被大王撂在一边，只有芈月一人去过成明殿，此事只怕与芈月有关。一定是他去大王那儿出手了我。芈月，你言而无信，终于露出了真心，是我错信了你。
干相，王后，干相，时机从权，干相要赶紧想个法子才好。大王心意已定，无法挽回，眼下只能一不做二不休了。依干相的意思，该怎么办？臣以为，我们只能在公子季身上打主意了。好，再撞过去。哎，拜见太子。站住！你们几个是干什么的？这几位是我招揽的壮士好汉，正欲带他们去见大王呢。大王不在，今日大朝，滚开！太子，哎，对，就是这样。好，哎，这儿不要抬得太高。太子哥哥，太子，季弟，一个人练武难免无趣，不如让哥哥身边的护卫们陪你练练如何呀？不必了，太子哥哥，几位壮士与我身量悬殊，太不相符，还是下次我也寻觅几位铁汉，与他们再做较量。季弟何必客气呢？父王将你搬入成明殿，定是对你轻言有加。你除了每日的功课，还需时时操练武艺。季弟，切不可懈怠。你若瞧不上我身边这些人，不如这样，哥哥亲自陪你练练如何？太子哥哥，您是储君，当为我们兄弟之表率，若是行为失检，只怕要令父王失望。季弟，你可真是伶牙俐齿、能言巧辩呢。有你在，岂不衬得我们这些做哥哥的越发笨口拙舌、窝囊无用了？季弟，出剑吧，哥哥跟你讨教几招。太子，公子季年纪尚小，嫩胳膊嫩腿的，习武刚刚起步，如何与您较量？既然太子这么有孝心，招纳了这么多壮士献祭于大王，不妨稍等片刻，大王很快就要下朝回来了。看到此景，大王岂不欢喜？大家少管闲事，季弟是我赢家儿郎，如此胆小畏战，丢了王家颜面。我作为兄长，本当悉心教导。武火孟奔，在，把他给我带出去，好好伺候一回。是。休得无礼！想拿公子，先过老奴这一关。你个阉人，好大胆子，竟敢以下犯上，那就不要怪我的人下手太重，给我拿下！那些大名鼎鼎也不过如此嘛！伸手！公子退后！大胆！儿臣拜见父王。儿臣拜见父王。太子好生威风，竟然可以带着人杀进寡人寝宫。接下来，是不是就要逼宫弑父？儿臣不敢，儿臣只是和季弟嬉闹玩耍而已。玩耍？你把宫里的大监都伤了。这几个是儿臣寻来的力士，乡野鄙夫，不懂礼仪，举手没个轻重。
此事也算儿臣的错，回头儿臣好好调教便是。身为太子，请未放纵。谁人教导你的？寡人晚来一点儿，只怕继儿也给你伤了。这习武之人，祸皮伤肉也是难免的。这叫习武吗？舞刀弄剑，杀气腾腾，招招指向要害。季帝便可以在父王的寝宫中舞刀弄剑，这阉人老奴也可，唯独我不行。难道我不是父王的亲生骨肉吗？逆子！父王，大王，父王，大王，父王，大王，大王，父王，让开！父王，大王，父王，此刻怎么办？你们速速离去，需要让父王抓了你们。你呢？我，身为太子，自然是要为大王侍疾了。对对对，我要为父王侍疾，随时等待父王传召。你们快走！是，走走。八子，八子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太子带着3名力士到承明殿找公子季寻衅闹事。继儿怎么样了？亏得大王及时赶到了，可是大王急火攻心，口吐鲜血。什么病症？奴婢也不知道，听说情况非常危急，已经人事不省了。楚离子，事已至此，你是宗伯，还不快拿主意？哎呀，不能再等了，不然就来不及了。分封在外的公子们日夜兼程往回赶，这腿脚快的马上就要进咸阳城了。大王今日才倒下，是谁提前把大王病重的风声散出去的？风声早晚要散出去，早一日比晚一日好。甘香，你怎么能这么做？这么做也是为了大秦国本着想，岂能患得患失，因小而失大？这么做明明是火上浇油，推波助澜。哎，老臣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王后怎么出来了？大王病重，后宫无人主持，这必然生乱。我只好不顾性命，私下做主了。你胆子也太大了！哎，王后，王后，大王病情危重，臣妾不知如何应对，一切还由王叔做主。王后放心，楚离子必当尽心竭力。此刻后宫人心慌乱，还要王后主持。那是当然。王后，楚离子、右相，大王如何了？大王跪体抱恙，后宫所有人等未得传召，均不得进入承明殿。芈月，平日里大王最宠你，此刻你更该识大体。臣妾只求为大王侍疾，臣妾也要侍疾，臣妾也要侍疾。大王身边有太医诊治，你们去了，不仅无用，反倒掣肘。如今必须事事以大王贵体为先，谁要敢惊扰大王，可别怪我不顾往日的姐妹情面。王后如今还是戴罪之身，如何有权利对嫔妃们颐指气使？大王并未下诏定王后之罪，谁敢说王后是戴罪之身？王后如今得势，只怕是不会再放过我了。王兄，怎么样了？
3日了。3日，太子何在？妻儿何在？大王，太子和诸公子们都在外殿候着呢。后宫事务，如今由谁来主持？由王后主持。王后尚在闭门思过，何人让得出来？是甘有相。当此混乱之际，若后宫无人主持，只怕会发生不测。罢了。王兄，大王，喝点水。喝点水吧。怎么是你？大王，这几日皆是王后带着景应人在服侍大王。其他人呢？奉王后命，其他妃嫔皆在外殿候着呢。你们都出去。大王是要召王后来侍疾，那么是米八子。是。大倩，王兄，太子和诸公子也都在外殿候着呢。消息外泄，不但宫中的诸位公子轮流侍疾，外封和军中的各位公子也都快马赶回来了。这么快？他们这是来侍疾，还是为了王位来逼宫呢？大王抑郁严重，表面上看是宫中诸公子齐聚侍疾，实则咸阳城中各位公子及他们的母族的势力已经在蠢蠢欲动了，都是什么？都是风闻大王要废嫡立庶。那又如何？诸公子齐聚，大王废太子容易，但是想立公子继为太子，则难如登天。只怕那10几位公子会为了储位杀得你死我活。不要说了，大王，事已至此，此乃天意，天意不可违呀！大王应以大局为重，为避免国家动荡，臣请大王放弃易储之念吧。天意弄人。大王，大王，大王！王兄，王兄，王兄，臣请大王早点定夺吧。
公子即可就封。这一计寡人早已写好诏书，封他为蜀侯。你把子随继儿前往封地。大王英明，快选太子。不必。那大王要选谁？赵英夫人进宫侍疾。是。大王怎么说？是否让我们进去伺候？大王有旨，选嬴夫人进宫侍疾。